Hello，大家好，我係 Jason，每條片都用10分鐘同大家講解唔同嘅 DSE 數學 topic 同埋數學題目，等大家可以短時間之內喺 DSE 數學方面有所突破嘅。而今日咧就係翻去咧卷一啦方面啦，又係同大家去專注 A2啦，因為 A2咧可能咧係大家去臨尾呢個時段咧搶分嚟講最需要去搞一搞嘅一個急救嘅部分嚟嘅。咁今日咧要同大家講嘅係咧離差 stat 呢個 topic 啊。咁啊，因為呢個 topic 咧，咁尤其是大家望到畫面咧，點解介埋咧篤計數機嗰度咧？因為我諗好多同學仔咧有時都未必咁記得點樣撳機咧，所以同大家去快速處理一下呢個 topic 嘅。咁而呢個 topic 咧，咁我會分為上下兩 part 去處理啦。咁啊，因為咧首先要俾大家認知一樣嘢咧，就係離差呢課咧，咁我長期都強調㗎啦，呢個 topic 大家必須要玩得好熟。咁啊，因為講緊啦，喺我哋而家，譬如我哋而家喺 focus 喺卷一方面 paper one 咧，咁啊就一年嘅卷咧會出2題嘅。咁啊喺 A1 part 咧會出1題啦，甲一部分出1題啦。咁你望到啦，譬如係有5分左右嘅，係啦，5分啦。咁咧另外咧 A2 part 都會出現1題嘅。咁我哋飛一飛落去俾大家望一望下先啊。係啦，咁啊，係啦，咁望到啦，咁啊可能係7分啊左右啦，咁即係你大家計一計咧，5+7咧，咁即係其實一年嘅卷一咧都已經出咗幾多咧？係講緊係12分啊，咁啊講緊都過咗成10% 嘅一個佔比啦。咁而講緊喺卷二部分咧，咁啊一年嘅卷咧就會出4題啦，咁啊諗下45題 MC 有4題，其實而且嗰4題咧絕對大家領得到啦，咁所以因此我成日強調咧離差 stat 呢個 topic 咧，大家好應該去大力去坐噶。咁當然啦 MC 部分之前已經拍過片噶，咁大家如果想去追翻 MC 嗰啲咧，可以喺嗰個 channel 度咧揾翻我條片，或者直接咧咁我已經建立咗一個講 MC 片嘅一個 playlist 嘅，咁大家可以順便睇埋其他所需要嘅 MC 嘅嗰啲 skills 啊或者 topic，咁啊大家順序睇落去咧就可以噶啦。咁啊但係咧咁我哋咁嗰度咧就另計啦。咁啊今日咧翻嚟 long quick 嘅部分，咁啊講到明咧條片啊分2 part 啦。咁啊MC 嗰度咧咁分咗就係1 part 講 A part， 1 part 講 B part 啦。咁呢個同樣係類似咁樣分法，1 part 講甲一條片咧，下一條片就講甲二部分。先講甲一部分啊，甲一部分咧叫相對容易些少。最主要咧甲一部分嘅特色係咩咧 ？mix 咗一樣嘢㗎 ，mix 咗邊兩樣嘢咧？就係呢2個字啊，係個大重點。概率有概率咧，就多數係甲一嘅嘢嚟嘅。咁但係咧，咁先講咧，其實喺離差呢課咧，喺卷一咧，基本上所有嘅圖表都玩得好多㗎啦。咁所以咧，咁啊甲一部分咧，因為相對容易少少咧，就係今日咧專注喺一樣嘢，同大家講撳機嘅部分咧，就算數㗎啦。咁啊〜當然啦，咁多題咧就唔會講晒㗎啦，咁啊留翻啲俾大家去做啦。咁先睇 A 題啊，佢就咁講啦。咁啊，首先話啦，喂，下面呢個表咩嚟㗎？就係有一班嘅主婦啦，擁有鎖匙嘅數目嘅分佈。咁啊，呢個分佈入面咧，隨機揀個主婦多過6條嘅概率，係啦，多於6條啊，大家小心啲啊，係啦，多於6條鎖匙，即係6條係唔計數嘅，即係計700嘅啫。咁大家就必須要計翻咧，就係4加 K。除以10加9加4加3加4加 K 等於5除以18，咁即係咩咧？我哋計一計啦，18乘4咧就係72，就72加18 K 咧等於就係幾多啊？10加9加4加3加4，咁就係30乘5就係150加5K。係啦，咁咧13K 等於78K 咧，因此等於6。咁咪搞掂咗個 A 題咧，攞咗頭2分先嘅。係啦，咁啊，然後面咁啊，大家記得啦，寫出呢個字咧，就即係我哋唔需要咧，係英文 write down 啦。咁我哋唔需要去做任何嘅步驟俾佢㗎，兜嘢寫落去得㗎啦。平均值係咩？眾數係咩？中位數係咩？咁啊，我多數咧最中意一開波揾個眾數先，眾數因為最易寫啊嘛。眾數咧兜嘢咪寫個3落去得咯。然後第二個就係嗰個中位數啦。中位數咁我哋數總人頭先。咁啊啱啱計咗啦，加多6個咧，咁即係其實齊頭36個啦。36個咁中位數係咩咧？除以2，18。咁但係因為雙數個關係咧，所以我哋係取18.5個嘅，或者大家簡單啲記一條公式。總人數係36啊嘛，加多1件除以2，即係第18.5個位，即係第18加埋第19個，
咁第18、19個都係第4個人啊嘛。咁因此咧，我哋直接就話啦，中位數就係4啦。咁臨尾個平均值咧，咁啊當然大家可以慢慢咧3乘10加4乘9咁樣嘅，或者直接啲大家彈落去咧 Mode 4嗰度啦。係啦，咁 Mode 4嗰度咧，咁啊大家咧好多人咧就去到呢個位唔記得啦。平時就咁咧，可能咧下面嗰啲幹葉圖咧 stem and leaf diagram 咧順序撳咧，大家識撳嘅。但係上到呢一隻咧，可能大家唔記得點撳。咁咧第一樣嘢大家要撳咧，大家要分清就係入咗邊樣嘢先咧，係入咗我哋所謂個 value 嗰個數目先，再入人數噶。係啦，所以我呢度寫俾大家，先入數目，再撳個分號，記得唔係用逗號，用分號，再嚟就係人數。咁你話喂，唔知邊樣係數目，但係你會永遠識分邊個係人數嘅，所以你記得人數擺後啦，係啦，咁就可以啦。所以呢題我哋點撳啊？3分號10，然後4分號9，5分號4，6分號3，7分號4，8分號6，然後平均數係咩 ？Shift 2 1，呢個就係啦。咁大家記得一樣嘢啦，平均值咧係 Shift 2 1，係啦，呢個係 mean。咁如果咧我哋所謂嘅標準差啦 ，standard deviation SD 咧就係 Shift 2 2。大家記得呢兩樣嘢啦。我哋喺compulsory 呢個咧一定要用到呢兩粒掣㗎啦。咁啊順便講多一樣啦，好多人咧就會有質疑就係、喂，標準差咪有條好長嘅公式嘅咩開方，然後x 減 x bar 嘅2次x 1減 x bar 啦，然後 x 2減 x bar 啦，如此類推啦，然後除以n 咁樣嘅，呢條公式使唔使記啊？其實咧，如果你問我咧，我會建議大家其實唔太需要記嘅，除非你話喂，你係諗住攞星㗎啦，而且你係仍然喺短時間之內好能夠記得到呢條公式，咁你咪記埋去咯，都唔爭在嘅啫。咁但係啦，如果你話喂，我普普通通或者記嘢唔叻嘅，咁其實唔記都得嘅，因為最主要一樣嘢好多時佢都係考你寫出嘅啫，即係你寫得到咁就冇問題㗎。而且咁啊，呢一條公式其實值唔值錢咧？喺成份卷可能值1分嘅，咁啊而且大家留意翻個重點係可能嘅啫，即係有啲時候其實根本都唔關事嘅，咁所以你話喂使唔使特登背咧？其實你問我覺得唔背都得嘅，個1分。如果真係咁啱出嘅，咁咪認自己唔好彩就算數啦。好啊，咁咧就係咁樣噶，咁啊然後啦，2、3年呢題咧，咁我飛一飛啦，咁啊留翻俾大家可以自己試下做啦。咁反而咧想重點講講22年呢一隻啊。咁啊，因為咧好多人唔識處理累積頻數呢一樣嘢啊。其實累積頻數咧，即係大家簡單啲諗咧，其實如果大家去上網睇翻 HKEAA 咧，每年有個每一科嘅嗰個candidate performance 咧，咁佢會計翻咧就係攞5星星嘅嗰個 percentage 係幾多啦，攞5星 percentage 係幾多啊？咁但係大家留意翻咧，嗰個 percentage 咧唔係同你講有幾多個人係攞嗰個 level 㗎。譬如咧，其實冇30人攞 level 5㗎，因為點解咧？嗰個如果大家仔細睇翻一樣嘢咧，嗰個 percentage 係講緊幾多人攞緊呢個 level 或以上㗎。咁所以其實嗰個數字都係一個累積頻數嚟㗎。咁所以咧，大家呢個係要留意翻啦。咁但係咧，其實累積頻數係點睇咧？譬如咧，其實左右咧兩個表去睇嘅。譬如呢度，喂10到14分鐘嘅人啦，係啦。咁呢度講緊係人哋跑步嘅時間啦，10到14分鐘咧係 A 個人啊。咁少過14.5分鐘又有3個人，即係所以呢度有咩？其實你有3個人係跑喺10到14分鐘咯。跑15到19分鐘嘅人有9個，咁所以19.5分鐘嘅人有幾多個啊？其實係唔係淨係9個㗎，係3個加9個，係啦。因為10到14分鐘嗰班人都係少過19.5分鐘㗎嘛，所以我哋要加埋落去嘅。如此類推啦，呢個 Y 就要加埋個 B 啦。臨尾20就係咩咧？呢度4個數字加起身就係
係啦，就係20。咁所以咧，我哋如果計埋個 B 咧，個 B 係應該幾多咧？個 B 就係20減3減3減9，咁即係 B 係等於5，A 係等於3咁樣啦。咁所以呢個咧其實應該係17個啦，Y 係等於。咁好啦，第二樣嘢嚟啦，咁就係喂，好多人咧另一樣嘢唔知就係，譬如 B 題為例，呢個點樣揾嗰個分佈嘅平均值啊？其實大家咧，首先第一樣嘢要揾翻呢個所需時間，因為佢今次係一個 range 一個範圍嚟噶嘛。咁一個範圍我哋要做咩？揾翻呢個範圍嘅平均數先啦。咁所以我哋要計咧就係10加14除以2，係啦。咁即係咧。咁我哋轉翻模一去計一計啦，10加14除以2就係12啦。咁所以大家記得啦，呢度咧就係我哋要撳12，如此類推17、22、27咁樣去計一計翻出嚟先嘅。咁我哋再轉翻去模4啦。咁啊當然咧，如果大家順序撳落去咧，其實可以咧撳 Shift 91 Clear Stack 嘅。咁但係我就唔建議大家撳呢粒掣啦，因為好危險。如果大家考試當下，哇唔知做咩事，隻手可能咁啱揩到隔離個 Shift 93咧，仲要撳 Enter 咧，咁而且你係好靠 program 去做嘢咧，咁啊大家嗰下就真係相當精彩啦！咁嗰下都真係即係神仙都難救啦，所以咧咁大家安全啲咧，千祈唔好做啲危險嘢啦，唔好以身試險啦。咁啊呢度我都 Shift 9咧去拉翻出嚟先啦。咁啊〜大家話喂，咁如果我點樣洗走啲 stat 咧，撳翻一下模1，再打翻去模4都可以噶，所以大家就真係唔好鋌而走險咁做啦。咁所以咧，咁我撳埋呢題俾大家睇啦。咁呢題又係啦，12逗號3，唔係分號3啦。咁因為後面嗰個係人數啊嘛，咁啊再嚟啦，17分號9、22分號5、27分號3。臨尾 Shift 21計埋嗰個平均值，計埋個 mean 就係19。咁然後啊，就最尾啊，又係肯定要玩下概率，就話喂，揾一個該群中隨機揾一個學生完成呢個賽跑所需時間少過19.5分鐘嘅。咁我哋其實咪就係知道翻個 X 咯。咁 X 係12啊嘛，即係12除翻20就等於5/3咁樣就搞掂㗎啦。咁啊，其實所有甲1嘅題目都係類似嘅玩法嘅啫。咁啊，當然啦，咁啊略有唔同啦。有時揾下分佈域啊、4分位數間距啊。咁啊，不過咧最主要都係呢幾隻嘅。咁最尾想同大家 cover 多一個特別少少嘅東西啦，就係呢個啊12年嘅B 題。咁啊，好長嘅題目啦，咁而且係個畫面嘅 cutting 咧，我要讀俾大家聽係咩事啦。咁啊就話啦，咁啊嗰啲學生即係首先一開波啊講咗一個田徑學會咧完成嗰個賽跑所需嘅時間分佈啦。咁啊呢題咧時間為關係咧，咁啊先同大家講一講啦。B 咧就係15.3嘅，咁啊就係其實大家12.1加翻3.2呢個答案啦，係啦。咁啊大家可以詳細地睇翻。嗰個題目啦，係啦，撳出嚟15.3啦。咁但係佢就同你講啦，佢就話咁啊，有啲學生咧參加咗個training program，就話啦，喂，訓練後啊，呢啲完成100米賽跑咧，最長所需咧係比之前訓練咧係少2.9，即係咩咧？最長嗰個人啊都快咗2.9秒，即係而家最長嗰個人咧係啦，而家係最長係幾多咧？係15.2秒嘅。咁啊，阿教練就話啦，喂，至少2/5嘅學生完成我呢個賽跑嘅所需時間有改善，係咪同意呢樣嘢？咁咧，其實咧，大家如果去做呢個題目咧，望到去問呢一樣咧，係咪多幾多個人有進步咧？其實呢個必然同意嘅，係啦，100% 咁滯㗎啦。咁因為第一樣嘢係我哋其實如果你話唔同意咧，其實冇辦法 prove 到嘅，你唔知有幾多人係進步咗㗎。咁但係咧，至少25% 學生進步咧，呢個咧喺呢啲題目下一定有辦法 prove，就係咩咧？因為我哋而家望下最長嗰個都係要15.2秒，喂，之前唔係喎，之前有起碼有25% 嘅學生係要耐過15.3秒噶嘛，喂，而家最耐嗰個先15.2秒，咁咪即係少咗，起碼有25% 嘅人係進步咗先咯。因為之前最係啦，我哋所謂嘅 upper quarter 啦，
4分位數啦，即係呢一橛嘅人咧，仲耐過而家最長嗰個時間。而家我紫色畫緊呢條啦，咁啊即係起碼25%人進步咗咯。咁所以呢句嘢咧其實必然屬實嘅。咁所以咧大家咧就知道啦，呢句嘢原來係咁樣解。咁當然啦，而家咧呢隻題目咧可以話係買少見少嘅，不過會唔會突然間翻兜呢隻題型咧？其實好難講嘅。咁又或者其實睇緊片嘅中五同學仔咧咁啱讀緊呢課咧，其實大家咧都可以咧去知道翻咧，其實呢個題目咧佢想玩嘅嘢咧就係玩呢一樣嘅啫。咁好啦，咁啊呢度咧。咁啊，今日呢條片咧，同大家好快地 cover 咗咧，甲一部分咧，呢個離差 stat 呢個 topic 係點樣啦？咁啊，大家你話喂想睇埋下半部先再做咧，又得，又或者睇到呢度唔好淨係掛住睇我睇啦。咁啊，佢話要睇我做啦，咁啊，大家親自自己落手做咧都可以嘅。可以點做咧？即刻喺條片下面咧個 YouTube description 嗰個位置咧已經有晒個 file 咧。有條 link 咧開到呢個 file 啦，咁啊大家 print 翻出嚟做就可以啦，有齊晒啦。由2012年去到2024年咧13年卷入面咧，所有同呢啲離差 stat 相關嘅長答題目咧，大家只要 print 出嚟做就可以。咁啊當然你話可以淨係做咗 A1 part。睇埋下半部再做 A2 絕對可以嘅，咁但係記得唔好淨係掛住睇，自己都要動手做啦。咁啊，讓得翻10幾日嘅時間咧，都讓自己喺成績方面有所突破啦。記得啦，千祈唔好喺而家咧就對自己成績咧感到絕望嘅，喺未到考之前咧，仍然有方法，仍然有啱嘅策略咧，可以讓到自己成績咧去攀升到上去啦。所以記得學習技巧，學習突破。我哋下條片再同大家見面，拜拜。